大家好，我依家所處嘅位置咧就屬於中山嘅尖沙咀東區啊。咁由深圳前海出發咧，揸車經過深中通道幾首歌嘅時間咧，就嚟到呢個位置噶啦。咁今日咧帶大家睇嘅呢個樓盤咧，來頭唔細啊。咁佢係由香港新鴻基地產喺中山打造嘅標杆項目逸翠園。講到新鴻基，咁香港嘅朋友咧就一定唔會陌生啦。無論係 ICC 定係 IFC， 都係地標建築。咁依家佢嘅住宅咧講求嘅就係4個字：以心見家。咁呢個樓盤咧喺中山咧已經係深耕咗10幾年啦，口碑係有目共睹。今次我哋睇嘅就係佢嘅壓軸組團俞非凡。好多香港客會問咧，咁呢度返到香港方唔方便啊？咁答案係肯定嘅，非常之方便啊！咁由呢度咧，揸車去到我哋嘅中山站或者係中山北站，咁全程咧15到20分鐘嘅車程。搭高鐵去到廣州南，再轉香港嘅西九龍，全程咧個零鐘就可以返到香港啦。咁如果想舒服啲嘅話咧，可以直接喺呢度中山港碼頭坐船，咁個零鐘咧就可以返到尖沙咀嘅中港城啦。咁自從深中通道通車之後咧，咁亦都可以自駕通過深圳深中通道啦，直接可以返到香港啊。咁去到深圳機場咧，仲快過去香港機場啊，真係好便利嘅。最緊要嘅係咧，呢度嘅生活圈咧都係現整嘅，唔使等。門口咧就係我哋嘅中山5路啦，對面咧就係大型嘅商超啦，行幾步路咧就到我哋嘅紫馬嶺公園啦。咁呢個公園咧大過香港維多利亞公園好多倍㗎。平時去晨運散步咧，呼吸新鮮空氣，就喺你屋企嘅後花園。Nice。入嚟小區咧，你會覺得好親切，因為呢度嘅物業管理公司咧係神聖嘅港式管理啊。物業管理咧係由新鴻基旗下嘅康業物業負責啊。呢間公司咧喺香港攞咗好多年嘅最佳管理獎，全封閉嘅管理，智能門禁，住喺呢度咧安全感十足啊！你睇下呢個園林，呢個咧就係請咗世界級嘅貝爾高林設計，成個小區嘅綠化率咧高達50%啊，容積率只有1.5。呢個唔係普通嘅小區花園啊，而係一個法國園林主題嘅度假村。跟住我哋嚟睇下間屋，呢一套係123平方嘅3房單位。你睇下呢個廳，南北對流，開揚至極啊！每間房都係10分之開揚㗎。另外呢度嘅交樓標準，我特別要提一下。雖然佢係無坯交付，但係新鴻基起樓，佢呢個牆身呢個樓板厚度咧都係高於國際嘅標準，隔音防水做得好好。呢啲係肉眼睇唔到，但住落嚟就知道係好良心。再嚟睇一下呢隻戶型嘅景觀，朝南向嘅陽台，前面咧就係紫馬嶺公園啦，成個山景盡收眼底啊！呢種景觀喺市區真係買少見少。入嚟睇到呢一套咧就係83方嘅兩房，前面咧有一個入戶花園嘅空間，再入嚟咧就係我哋嘅餐客一體嘅大廳啦。做到南北通透。雖然佢係無坯交樓，你見到佢嘅採光視野都係非常之靚嘅。廚房嘅位置啦，交樓嘅質量咧亦都係相當之高嘅。咁入到嚟咧，呢邊就係我哋嘅兩房啦。270度嘅採光非常之靚仔。隔離間房咧，仲有一個小露台㗎。咁最後咧嚟到大家最關心嘅問題啦。咁依家買樓咧係有咩着數咧？就以呢一套單位為例啦。咁依家咧係有一個優惠大酬賓，118萬就可以攞低呢一套單位，而且係樓層隨便你揀，先到先得㗎。另外再贈送你一個產權嘅車位啊！呢個政策咧真係非常之難得㗎。無論係為咗父母養老，定係為咗自己週末有間度假屋，甚至係為咗資產配置啊！新鴻基呢個金漆招牌，加上東區呢個核心位置，加上周邊嘅成熟配套，咁呢個組合拳喺中山真係揾唔到其他對手嘅。
如果你對易翠園呢個樓盤有興趣，或者想攞更多嘅戶型資料，了解更多嘅資訊嘅話呢，不妨後台留言或者私信我啦，我帶你過嚟現場了解下。